賣掉汽車，榮升大部分行經理，明月能賣，隨時售罄，伎倆漸成傳奇。賣掉母親，如果賣出等於爭氣，同時同業誰能及我，亦是自創商機。推銷完已推銷完了，可有後悔麼？一出門已收不回了，有嘆奈何。賣了幾多？貨已賣完但無人識貨。清倉放工可會壞過？餘下太多。賣了幾多？這個問題歷年煩擾我，只知要將職責盡了，存在意義卻未太清楚。賣掉愛戀，能收現金都收支票，然後炫耀罷了，又覺突然寂寥。賣剩理想，原本自己都頗需要，如若明日行情暴漲，亦會善價推銷。推銷完已推銷完了，可有後悔麼？一出門已收不回了，有嘆奈何。賣了幾多？貨已賣完但無人識貨。清倉放工可會壞過？餘下太多。賣了幾多？這個問題歷年煩擾我，只知要將職責盡了，存在意義卻未太清楚。我賺了幾多？我那熱情盡情燃燒過，灰燼有些不過沒有華麗結果。蝕了幾多？我那未來尋找我，青春已死先發現我，期望到達卻沒有經過。